安平一台轿车违规伫停红灯的时驾外，惊警方加查，结果一个加速线弄入去人兜，加载无人伤亡。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枪杀一个37岁的护理师，现场画面证实护理师无被枪，不过总统川普煞讲伊是攻击者。印度入去北斗地死率有58%，咱外交部发布第2级旅游警戒，疾管署也要加入做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6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台南市的安平区天马港的时阵呢，发生一桩假酒赛车弄入去骑街的事故。这警方呢是发现一台轿车伊违规伫停红灯的时阵驾弯，随便去甲砸落来，结果这个驾驶呢煞熊加速转弄入去人兜，加载是无人伤亡。警方是表示讲后手会照公共危险罪甲伊上班。一发现这台白色轿车违规红灯正滑，警车就随约起哩，要甲查落来问清楚，无经过后一秒煞弄起哩。先生，就是怀疑驾驶加速咧溜走无单纯，警察一落车马上提醒对准驾驶。那这弄入去骑架的轿车车头脆鼓鼓，骑架的铁门嘛拢歹去，涂骹流出一堆汽机油。那当时事故真大声，嘛互附近民众拢踹一条。那嘣一声很大声啊！嘣一声很大声哦。对啊，你看那个。他连里面那个玻璃都给人家撞破了，被撞到了，很倒衰耶。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台南安平区华平路甲庆平路口一带，警方发现轿车违规要盘查，结果驾驶心虚，加上食酒赛车，根本控制袂了，hand道路，驾驶家己弄完，司机甲头壳有刮伤。送病院虽然无生命危险，安尼食酒赛车行为嘛不是头一届啊。全案无其他人员受伤，审然酒测值达0.85。全案依涉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侦办。台南市警察局为特别防止食尾业有人酒驾，对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加强处理。这期间拢总处理1196件，并去年同时间增加129件。那事故率是减21件。警方呼吁大家食酒唔通赛车，唔通摕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来讲生笑。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是伫咧台南的另外一桩车祸，这是发生伫咧新营，有一个查某人呢，伊是驶跑车载查某囝出门，不过规路拢驶甲真凶，煞去弄到路边3台车甲3台奥多拜，而且呢，佫造成一个人受伤。警方现场甲检验确定就是食酒赛车，当场甲伊移送法办。画面上，一台跑车驶弯了后无减速，反倒转偏离车道，直接弄到停伫路边的2台轿车，弄落去了后也无停，更加直接搬到对向车道去，弄到3台汽车，最后反向弄到停伫路边的小货车，小货车车头拢歹去，也用弄到倒铁路10外公尺，停伫邮局头前。嘿，直接弄。这车嘛是恁的车嘞？这2台拢是。讲有食酒啊，伊个有弄到咧邮局前面，弄到就个我国外遐人遐有2架车咁弄了2架车。货车拄啊停去啊，哦，啊人货车人本人坐伫因，对，啊坐伫因拄啊要走啊，结果啊叫弄了咧。嘿，啊怎人叫弄？啊你货车人是无安怎？造成事故车是一台跑车，事完了后，车头的车挡墩规落来，轰弄到汽车倒规片，现场是乱糟糟。因台南消防新营消防分队接报，派去货车甲货车司机送病院。不过造成事故，这台车40岁赛车的查某人甲伊的查某囝是惊到而无受伤。新营警分局到现场处理，对这4个查某人来进行酒测，酒测台超过标准，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来侦办。肇事驾驶人实施酒测时超过标准，依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车祸也伫网络引起民众讨论，讲伊电力交通违规，甚至载查某囝考试好运，赛车上路。对此，警方呼吁驾驶人千万唔通考试家己好运，啉酒了后唔通赛车骑车，保障家己甲别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彰化是有民众违规呢，甲伊的车停伫咧学校的门卡口，结果去互警察甲开单，也毋过在罚单顶悬煞写讲是民众检举的。根据规定，这条违规呢，其实是袂使由民众来检举，也若警方是有承认这就是行政疏失，毋过因为违规是事实，所以罚单要是着爱纳。
有民众伫彰化县河美镇新庄国小学校门口违停，事后收到罚单一个看，违规事实写民众检举案件，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开罚900块。不过，由于这个违规毋是民众会使检举的项目，所以伫民事法文即期警方开唔到，引发其他民众议论。这证明就警察开单。家己电脑可能做了唔对，款讲这个是前期查的检举的，安尼，是感觉伤好。我是感觉吼，伊脑筋吼检唔掉啦。你明明都家己开的，都家己开到啊，那无赖去别人那是真毛。河美分局讲，学校门口违停事件发生伫今年1月7日，警察接到检举通报来到现场看，现场翕相了后，等于派出所上传这单，属直接起罚，只是罚单选写资料误写是民众检举，其他举证内容甲时间拢是正确的，已经寄出行政通知书，民众议员必须伫期限内底交这个罚款。只是在进行举发的过程中，然后就是因为远景的误指。所以那个选项就是选到民众的检举案件，然后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已经有依照规定寄发更正通知书。根据中华警方统计，去年总共受理民众交通违规检举123826件，经过审查成案有78787件，大约占64%。检举项目亦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违规驶入来车道，无遵守道路交通标线指示为主。另外，民众若是要及时掌握是毋是防检举，会使申请交通违规检举的改善通知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另外一桩车祸，这是发生伫嘉义县的六卡乡，一个姓吴的查甫驾驶呢，伊是驶货车经过一搭较压贴的所在，结果去弄到一个电动车，害92岁士大人吊伤搁跋倒，结果煞经过11点钟才互人发现甲送病院。迄个时阵呢，人已经心脏停去啊，警方调监视器才抓到这个浪杠去的驾驶。消防人员接到民众报案。六卡乡金寮村一位偏僻的产业道路顶面，讲有60大因为车祸倒伫路边，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把人赶紧送去病院。不过，这位60大已经无喘气，也是失去生命。产业道路发生车祸案件，本局立即派遣分队前往，抵达后回报现场为机车发生车祸，有一名男性伤者，年约90岁头部外伤。过身的长辈是一位92岁的老先生，伊伫暗时骑电动车经过这个所在，发生车祸倒伫路边。因为所在真偏僻附近拢是田，经过11点钟才有经过的人发现来报警。因为这个路口无监视器，警方扩大调查沿路的监视器，才找到肇事多一个车主。发现吴姓女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曾在事故现场停留，设有重嫌。经警方前往吴姓女子住处调查，并比对肇事车辆撞击痕迹及路口监视器后，吴女实坦承有肇事情形。警方指出，因为找到人的时间已经离代志发生迄当阵时间相长，所以无来做纠察。驾驶是毋是借助赛车来肇事逃逸？警方阁要继续调查。目前案件按照肇事逃逸甲过失致死罪，函送家己地检署来侦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来看，这台铁也来出代志，这是昨中昼呢，有一帮自强号要入去南港的时阵，这车尾煞一直咧庆烟。台铁表示讲，就是因为机械故障所引起的，会搁拖转去检查，所有的旅客呢是换坐另外一帮车。车厢内底暗蒙蒙停靠伫南港车站，这台原本要对七堵开往潮州的125次自强号列车，中昼12点55分开入南港站时，后壁汽车头下面车底呛烟，而且这味臭咸咸。当时车站人员用灭火器甲喷落去，汽车头顶面也有喷灭火器所留来这白粉。的确有点异味，对，有点臭臭的。如果是起火的话，的确是有点担心。他那个刹车有问题，他就会冒烟，他用那个灭火器扫着。还在前面还有残留那个白色的粉末。常常翕火车的人讲，虽然当时伫车站启动这个排烟系统了后，烟雾真紧就散去。不过现场也是真紧张，也来铁路警察当时接报了后，赶紧赶往现场协助疏散旅客，刚才是无人员伤亡。到场查处及协助疏散旅客，维持现场秩序，无人员伤亡。13时现场已无冒烟情事，经了解为机械因素所引起。台铁公司初步调查，后令机车因为伤轮不良，才有庆烟的情形，临时停伫南港站赶紧处理，后续会拖转去检修。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列车顶70位旅客落车换坐125次，并且增加停靠站来服务旅客。
这摆古奖是代替向日本东芝新买第二机车 E58，2024年9月才上线。有铁路的迷众指出，这款第二机车已经不是头一摆古奖，也若真拄好就伫这个月14代替上山站的发生庆宴以外，也引起下载警报通知，呼吁客行一个。了，确临时手扶推的机电设备古奖庆宴，加载无造成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昨昏呢，这全台湾上界关心的大代志，就是全世界头一个无绑这安全锁啊，爬起哩台北101尖塔顶悬的人，也就是美国来的背壁高人 Alex Honnold， 伊是用91分钟的时间完成这项历史的纪录。美国早起9点，台北101边仔路已经挤满真侪民众等你要看。伊是要看美国攀岩专家霍诺德，空手爬台北101外墙，要替伊加油。相信他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相信他会成功。就单纯想来看爬的过程而已，因为想说这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因为这难得让那个全世界看到台湾，然后又是101这种最著名的大楼，所以一定要来朝圣一下。霍诺德上有名的就是 Free Solo， 就是拢无用任何的安全装备，空手爬。这边爬困难度是伫咧台北101以8做设计核心，每8站就小可通出去。敢若是得爱目共款，而且是小可向外出10到15度。霍诺德比较一半小可哮喘。It's like it really feels like we've been here on a climbing expedition, climbing the mountains. Because with the weather swirling and the rain and the wind and everything, it basically feels like I just climbed a giant tower in the greater ranges. It makes the whole experience of coming to Taipei and climbing feel like a grand adventure. 霍诺德愈爬愈悬，下骹的民众逐个替伊紧张。伫爬时阵，霍诺德看到台北101大楼内面有人甲伊握手，伊也热情的回应。主办单位除了全程直播霍诺德爬过程，也个出动无人机、直升机，把每一个过程拢翕起来。You know, I was a little more nervous getting off the ground, and then as I climbed, I relaxed more and more. I was like, oh, this is so fun. I mean, this is why I do it. It was incredible. 无到2点钟，霍诺德顺利挑战成功，空手爬起哩台北101。除了替家己创纪录，也互全世界都看到台北101。记者综合报道。互世界会当看到台湾来看 Alex 伊即届挑战的呢，就是 Free Solo， 也就是无使用任何的工具甲任何的方法，完全就是靠家己的双脚甲双手来爬悬楼。其实呢，伫2004年的时阵，也捌有一个法国人来过，伊是用4点钟的时间 Q 锁啊爬起哩。美国攀岩专家霍诺德25早起用91分钟成功空手爬起哩台北101。所谓空手攀登，就是伫咧爬过程无用锁啊，也无用任何保护装备，干那靠体力、技术甲路线判断，万一若失误，也无保护机制通救。他体力消耗，因为到上面的时候体力已经消耗的，一定比下面的还要来得多，然后上面的风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他在核心的控制上一定是相对的比较比下面再更困难一些些。不过霍诺德并不是第一个挑战爬台北101，之前法国的指导人亚伦罗伯特2004年就捌成功爬起哩台北101，不过迄边因为湿个顶、风个头，伫爬过程自头到尾拢用锁啊，上尾用4点钟才爬起哩。亚伦罗伯特伫知影霍诺德成功爬起哩101了后，也替伊真欢喜。我真的失手滑下来，哎呀，这个绳子还是可以拉住我，不会受伤，不会有事。Free Solo 就是挑战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你从头到尾就是靠自己，对自己的技巧一定要有信心，对，你要有十足的把握去做这件事情。专业的攀岩教练讲，空手爬心理的挑战会更加大，而且诺获得这边挑战台北101，就敢若头仔门径会当滑，同款的动作一直重复向顶头爬起哩，肌肉更加容易感觉疲劳。好加在霍诺德上尾成功挑战这场耐力消耗战，若挑战人类的极限，也互围观的民众加油化赞。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伫去年的时阵是来推出这婚育主体的政策，高雄市府今仔日是针对这婚育主体呢宣布要来加码。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这新起的大寮社体婚育主体这户数呢是会提悬到40%。给了客厅跟3个房间都有一个等式大小的一个居住感。
加入大寮社会体建本厝，不论沙房、两房还是套房，全部拢有露台。为着要减少少年人的负担，市府2日宣布好消息，那婚育主体趴数要提悬到40%。亲像大寮遮，到时都有154户的婚育主体，有生囡仔家庭，未来不论大社会体还是外口税厝，补助拢会当搁读价。0到2岁幼儿补贴加码1.5倍，那0到12岁的小朋友是2000元如果涉及的话也能够加码，那预计可以照顾12560户的育儿租屋家庭。原地中央都提供税厝的补助，高雄市嘛针对生囡仔税厝的家庭另外加码，生一个4000，两个8000，对今年开始加码搁读价。若是有2岁以下幼儿，补助全部读1.5倍。户口若设伫高雄，一个会当搁领2000，而且无论大社会体也是家己税厝拢会使请。有民众听到消息讲，感觉袂歹。恁来讲，你感觉安尼补贴真正会帮助人生囡仔？当然嘛是恩哦，赞哦，我支持政府的。这只有一点点，那生小孩的部分，养育是花很大的花费啊。对，如果现代人薪水还要负担房贷、车贷，那你补助这一点点实在不太够。新年一开始，政府就释出补助大红包。市府表示，大寮婚育主体按算7月开始招租，你税厝补贴的部分，对今年的1月初1开始算。原本有申请补助的人，市府会主动寄通知。若是有囡仔拄出事，市府嘛结合户政系统寄通知甲民众讲。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讲到这生囝，就会想到教育。全教总呢是来招上千人抗议，指控这中小学呢是有乌白投诉甲小案大办的问题，所以要求应该有合理的投诉的机制。点名这教育部长若准无在调解决，安尼就爱落台。2法救教育。对教育部这几年伫咧推出的改变办法甲校事会议调查制度，全教总2号伫咧教育部头前发动废恶法救教育行动，上千人来参加，因批评校事会议相关制度造成恶意滥诉加小案大班。现在整个实施的过程当中，他是把所有的老师都当成不适任教师去做处理，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去得出一个让现场可以有尊重专业，又同时处理不适任教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认为说，郑部长如果无能力去解决这个部分，他应该要负责下台。台湾家长教育联盟主张，制度无应该行回头路，反对甲无适任教师处理权搁回归予以前的教评会，因为教评会过去就家己人查家己人，大案细办的结果性问题，建议增设关系层级或者是第三方的调查机制，将调查权刷出去学校外口。教师团体认为说，匿名检举变成是一种滥诉的话，我想教育部也把它取消掉了。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还有很多无谓的检举的时候，我们也同意，就是说校事会议是不是能够再做改良，甚至于他不要在学校处理，他透过网上，比如县市政府来处理，或者是找第三方的公正单位来处理。大家民呼吁主管机关，无应该为了要回应特定团体压力，就将学生的安全甲制度公平当作制品。认为制度改革应该走向更加公正、透明、专业的方向，确保学生的受教权甲学校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梨林的中部科学园区呢，即马是当咧办这再生水经营利用，要甲这处理过的符合再生水标准的水呢，佮接管予民间的工厂来使用。也毋过环保团体煞指出讲，这种再生水呢，其实是无100%的安全，恐惊是有污染的问题。认为讲这废水呢，应该着爱全部拢伫咧科学园区内底回收才对。中部科学园区、梨林园区2018年开放招商到诊，目前大约有40桶斤的厂商进驻。即阵中科管理局拍算开放民间提案，接管使用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再生水，8月举办公听会，侪村长、渔民甲环保团体到现场关心，烦恼再生水也是会有安全性的问题。这废水听讲要为梨林溪排去远龙湾，可能挂这土啊已经这几年啊鱼缸就歹，所以你这废水若搁排入去哦。你也对阮这科农跟土海应用就大。最终，它如果说排到出海口，渔获量也是在这边捕获的，这边的水质如果受到影响，最后它也是我们要吃进去的食物啊。伊处理完，你水要去流入去咱那个红湾港区，还是用成要来再利用？但再利用的这水到底是用的不用的？还讲哦，
环保团体指出，原本中科离林园区的再生水是8%在园区内回收利用，即阵开放河滨间提案申请，这的再生水最后拢是会排位红湾甲大城乡的海平。根据海流的特性，可能会有污染累积的问题。中科管理局表示，园区拢有环评机制甲监督委员会，民间的提案也拢会经过审查。阮遮的再生水，伊的水质其实是大家拢听过真信任的，将来嘛是有一寡监督的机制，所以阮即个促餐。这厂商伊提案的计划，这部分伫咧审查，大家伫咧比较的时阵，拢会看到讲，伊讲的这计划是毋是有合理。中科管理局表示，园区内再生水拢有符合国家制定的水质标准，开放民间厂商申请，会当稳定产业用水，而且有效代替抽地下水。今仔日的公听会，各界意见拢会纳入后续规划参考，嘛会继续和地方沟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美国边境的执法人员呢，离世伫明尼阿波利斯这个所在去枪杀一个37岁的查甫的护理师，这是一个月来第2个案例。当今嘛呢，这现场的画面传出来，所看到其实这个查甫的护理师呢，拢无背枪，也毋过总统川普说讲，伊就是暴力的攻击者，想要来杀害联邦执法人员，两边的讲法是差真济。伫社群媒体流传嘛，得到美国媒体验证的影片显示，伫咧病院重症加护病房做护理师的普雷蒂，加联邦执法人员敢若冤家。根据俄罗网站 TMZ 讲，普雷蒂敢若冷静和执法人员讲话，嘛无变作是肢体冲突，一直到执法人员伸手甲普雷蒂塞归路边。不过嘛，无好多判断是谁先动手。另外一段影片是显示普雷蒂已经互人压伫涂骹，刷落来就听到几两声枪声。相关的影片显示，普雷蒂拢无甲枪拔出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就表示，普雷蒂有藏武器。代志发生地也是川普政府讲，普雷蒂是暴力攻击者。要杀联邦的执法人员，不过影片画面敢若和川普政府的讲法无同。无到3礼拜之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官员伫咧处理非法移民行动的时阵，甲有3个囡仔的37岁母亲古德崩死。To Americans who are watching this right now, I've got a question for all of you. What side do you want to be on? The side of an all-powerful federal government that can kill, injure, menace, and kidnap its citizens off the streets? Or on the side of a nurse at the VA hospital? 迄天有百外民众去街头抗议，要求害普雷蒂一个公道。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嘛讲话，克林顿表示这件代志足惊人的，呼吁民众抗议政府的做法。奥巴马翁仔某嘛联合谴责，讲这是对美国核心价值的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即马呢，其实对东北到西南部呢，拢总是有34个州，拢总是2亿外人在生活呢，拢受到这冰风暴的影响。除了有买100万户熄电器，全国也有超过1万座航班取消，万外航班万分。You can see the flames shooting out from the front of the house, from the top of the house. 奥克拉荷马市东南边这栋厝当咧火烧，状况真危急。赶去现场救援的其中一台水灵车，因为车路结冰，转入了边仔的沟仔内。加在消防人员落尾有成功甲火拍花，3个住户安全逃生。不过车库甲半楼已经严重损害。这场强烈冰风暴对美国西南向东北咧传，先影响到边缘地区，刷落是中西部、俄亥俄、中大西洋，落尾是东北地区。奥克拉荷马州的中东部对23开始大声受到影响，迄暗就落大雪。24、25两天，奥克拉荷马市予大雪砍掉咧，社区积雪，水池仔结冰，街仔头拢无人。刷落风暴搁向东边去，中西部大湖区 Chicago 25气温降到零下17度。根据停电追踪网站 Power Outage， 这波冰风暴影响2.13亿人，买1万户熄电器，而且继续咧增加。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礼拜一透早醒过来，已经一片白茫茫，各地清洗车当咧清理市区的车路。华盛顿地区大阵人出来耍洗。I've lived in DC my whole life, so nothing about this is new. I'd say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is is probably my fourth. 这场历史性的强烈冬季风暴影响到其中一个大城市费城，高高的雪予费城国际机场大量航班取消。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迄天全美国已经取消1,100个航班，超过14000个航班延误。除了费城，受灾上严重的航空交通重点包括 Washington、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拉姆国际机场、New York 和 New Jersey。This is certainly the coldest weather we've seen, the coldest winter storm we've seen in years.
And truly, New York State is locked into a grip here. Already, records in the state have been shattered. Friday, temperatures across the state were as low as -40.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冰雪会持续到1月2日，了后极端低温可能会伫交通甲基础设施方面带来冲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发表台湾有代志的言论，这是引起中日之间关系是真紧张。虽然即马中国人为着抵制呢去日本佚佗的人有较少啊，也毋过其他的国家也是真捧场。日本去年在外国的观光人数呢是超过4000万人，这下创下历史的纪录。日本毋但是个人出国旅游的首选，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到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去年头摆突破4000万人，创下历史上高的纪录。2025年の訪日外国人旅行者数は約4270万人となりました。大部分の国地域で過去最高の旅行者数を記録する見込みとなり。毋但游客人数比去年增加16%，去年去日本的旅客整体消费金额来到9.5兆日元，大约好台票1.9兆，超过去年创新纪录。不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代志的言论了后，受到中国抵制。去年12月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减4.5%，是4年来头摆下降。すべての国地域で見ると、前年同月比で増加しており。12月として過去最多の約360万人となりました。日本国土交通省指出，去年1月到11月，去日本的外国游客内面，中国人是上大的来源，占1/4。虽然到12月，中国游客明显减少，到目前也无伤大影响。日本政府定出更较大的目标，希望2030年达到6000万人，消费额达到15兆日元。不过，因为中日关系紧张，中国甲香港的旅客人数可能会继续减少。今年去日本旅游的人数恐惊会比去年更较少。为了改变这个局势，日本嘛当咧积极招揽欧美的旅客。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这鸟禽是真古锥，也毋过呢，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这上生啊鸟禽的明仔载就要送回去中国啊。昨昏是这动物园开放看鸟禽的上尾啊一天，而且佮以线顶抽口仔的模式来限制参观的人数，有真侪人特别走来甲看。在动物园人员的管控下，头顶胖达无手提胖达红仔的囡仔，三步做两步行向胖达馆，要甲上生啊胖达相识。两只胖达暗要伫27坐飞轮机转去中国，28会到中国的相关设施。伫最后参观日25这一天，幸运抽到参观资格民众，依依不舍甲胖達講再會。今日が最後なんだなって、一区切りなんだなと思うと、やっぱり寂しい思い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て、でも幸せにな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もありますんで。そうですね。和歌山のアドベンチャーワールドもパンダちゃん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し、日本にパンダがゼロになっちゃうな、なんか寂しいな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ね。日本上野动物园的胖达原本按算伫2月才要行，不过受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影响，中国要求被原定时间提早1月2行。为此，动物园伫25胖达的最后参观日开放4400个参观名额，吸引108000外人报名抽考。创立台日胖达网站的网络工程师高市贵普是胖达爸，逐工拢会去动物园记录胖达的日常生活。面对两只胖达的离开，伊心内是不知唔甘。1日に5000枚ぐらい撮影しますので、それで計算すると多分1000万枚ぐらいかな。生まれた時からずっと成長を見守ってきましたので、本当に我が子同然の存在であり、そういう大切な子供がこれから旅立っていく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とても寂しい思いはありますね。一旦胖达送转去中国，日本将会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了后，头一摆国内无胖达。虽望上野动物园表示会继续甲中国沟通来做胖达，不过中国官方简单鼓励日本人前往中国旅游看胖达。东京女子大学国际社会学教授嘉永真兴分析，胖达离开检测不是政治因素，来胖达乃当重返日本，将象征日中关系的长河。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中国的政治界又阁有大变动啊！即届呢是上关卡的官去互人甲背掉，这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张又杰，也阁有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两个人拢互掠起来办，或者是表示讲是军兵安尼做，就是为着要来稳定家己的政权。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立案审查调查。 中共20日咧开政部局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时阵，就无看到张又杰甲张振立，换届迄当阵就伫咧摇。今年75岁张又杰，互人认为是坐伫咧强军的第2位，不能便参加中华边境战争，是少数有实战经验的将领，甲习近平一家伙仔是世交，是正统的红二代。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 61岁老郑的资历也真完整。2023年3月，接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回看中共第20届中央军委会名单，包括原本的副主席胡伟东、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政治工作部主任廖华等人，拢先后落台。再加上张又杰甲老振东，等是军委高层，只敢剩主席习近平甲副主席张成明2个人，或者认为习近平全面清洗强军高层，是为了要长久执政。军方的一个高阶体系，很明显的都受到习近平高程度的一个质疑，贪腐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权力斗争，伤害到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他的一个权利，那给人家感受到似乎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色彩。在历史上，尽管中共有可能借由外部战争转移内部，但是由于台海的情境不同于越南跟韩国，所以习近平。 他应该是不会敢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来入侵台湾。专家认为，伫习近平一个人做决策，权力拢伫咧伊手内，就有可能用对外冲突来加强内部的团结。所以以后台海局势，咱就要正谨慎面对。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咱国内这1.05条国防特别条例预算的要是无进度，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是邀请国防部来报告，伊强调讲其实呢是无反对增加咱的战斗力，不过呢伊是认为讲部分项目的这个预算应该就要分做几啊档来编。原来国防部长顾立雄伊是强调讲这8档的特别条例呢是会当经过讨论稳定来规划，较袂去妨碍到其他的预算。 强军交代无停过，国防部单日征集5架强机、8架强艦、3架公务船伫台海事科为活动。不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条国防特别条例，伫那被联手方8摆封杀。国民党立委也是外交国防委员会调委的马文君，26个邀请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武器采购加预算编列结构性执行。 马文君跟国防部长顾立雄先表现，你到现在连一架飞机都还没有拿到，你要怎么快速投入？今天你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改善这些，你都没有办法付的钱还没到位的部分。F16没办法交机，我们所有其他的装备都不需要筹购了。你不是只有 F16没有交机？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必须要透过跨年期的这个特别预算来执行？8年期的一个特别预算的话，这整个的预算的规模。 它会是稳定的，整体的需求都纳入到年度预算的话，会影响其他的民生经济、社福、教育等的一个推动。顾立雄强调，国防特别条例爱高经费委才会当讨论，而且到时立委也会当监督3减预算。台美军事合作唔拿军售，国防部成立联合会力协调中心，传出有美国人员进驻，台美已经实施联合幕僚作业，双方积极是监督。顾立雄澄清。 监军的讲法不是事实，强调台美军事交流已经制度化。提到所谓监军之说，我这边要特别澄清，这绝非事实。基于自动化的一些机制来进行这些交流，那会深化各领域方面的合作，来强化我们的防卫作战能力。 另外，中央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2个人方立案调查。顾立雄认为，强军无放弃武力还台，会继续关注中共东征军高层的异常变动，也强调，不是看到一个强军高层移动，就会当推断强军敢是会加速还台，会全面将爱军事非军事的成效来综合判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再来看这国共论坛呢，其实已经几啊档拢无举办啊。今嘛煞传出讲，就是北京对这南亚阻挡台湾军购的表现是无够满意，所以延迟这论坛的行程。国民党副主席萧旭任呢，伊讲这就是乌白咧乱讲的。原来这个军购案呢，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伊是表示讲有建议郭建明用人工生殖法来换军购，这款言论是引起真大的争议。
高雄论坛开始的日期一直无决定，传出北京报关那也遭到军购条例表现技术性延前，各用2005年联合会做例，具体建议国民党提出实际做法。国民党副主席萧玉金严正反驳是黑白讲，会认真思考采取法律行动。很快的，我们可能就会对外说明了，到时候大家就知道谁在说谎，硬把军购跟国民党访问中国大陆扯在一起，是非常恶意连结，而且意图，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在选举的时候意图使人不当选啊，你意图影响今年2026年的选举。所以国民党真的要认真思考，要采取法律动作。国民党对军购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现在也是他们应该要讲清楚的时候。已经到会期的最后一个礼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国防这个条例复委？总预算案甲国防军购案继续下调例，调影经伫遐。前民众党主席关体家己讲，进前甲民进党总调郭建民见面时阵，捌建议用人工程式法完军购，煞被拒绝，引起讨论。以柯 P 这个快人快语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人工生殖法案代孕解禁的部分，以及在执政党他们非常在意的这个总预算案跟军购案，其实都应该要好好有讨论的空间。柯文哲骗台湾人说他支持军购，原来要拿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拿子宫换军购，大家都不能接受。对军购特别条例下调例，国防部长郭立雄发声调影部分党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愿意甲调影各党派积极沟通，希望一点是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应赶紧付费进入实际审查的定数。记者综合报道。这立法院3早就要来开最后一届的议会啊！民进党呢是认为讲这拿病赢恐惊是会联手，或者东山条例、离岛建设条例等等做一届互通过。因为国民党立委赖士宝伊是强调讲会照这国会制度来行，若准这条法案是有争议，安尼嘛无可能有侪人同意的状况。助理聘任黑箱，别想增加预算。立法院这个会期上尾一礼拜剩2届议会，按算会有法案大整理。民团讲，国民党立委吴虎定提出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甲国库发予立法委员助理的薪水甲补助，定位做立法院对立法委员个人的补助，等于是替立委助理费贪污案除罪化。公道辩话讲，真正该做的是赶紧制定公费国会助理专案，毋是为着诈领助理费，甲警官设立心头开后门。法案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但有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包含日本、美国、英国都有这个独立的监督机关，它有严格的这些利益回避的规范，还有安全审查的规范。刘亚讲调也无共识，可能有想要过关的法案至少有4案，除了有关助理费除罪化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法、东山条例、离岛建设条例、甲话讲法修正草案。江边连等等的民团嘛发起游行，按算27早起去立法院向南亚立委抗议。国民党当然有可能延续过去2年立院违宪乱政扩权的方式，将这些争议性的法案通过。你们敢在星期五支持这些所谓的将贪污助理会除罪化，只是为了严宽衡一个人的这样法案吗？你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党产条例让救国团、妇联会席卷国家上千亿的资产吗？不管争不争议嘛，这个在这里数人头嘛，比人数嘛。如果是有争议，我相信要得到这个多数委员的支持也不容易的。请民进党团也尊重立法院的议事的规则，让这个研会能够到1月31号为止。行政院甲国会话讲，宴会期间应该赶紧审议对民生、对国家有帮助的今年度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立委赖士宝强调讲，总预算有关民生的700多亿新型计划已经处理，也若1条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嘛无阻挡，只要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经济研究院是来发布上新的报告，有讲呢，在2026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4.05%，这项数字呢是比去年11月这预测要搁较低1.45%。原因除了是咱外销表现了真好，另外这民间的投资甲消费呢，嘛拢比原底预计要搁较好。
人工智慧需求增加，民间投资动能稳定，互台湾消费市场回温。加上受到美国带动，台股日落开悬走悬，盘中上悬来到32196点，佮创下新悬。台湾经济研究院8月发布上新的整体经济预估，推测2026年台湾经济会成长4.05%，影响的关键包括美国关税降到15%，加上台湾的 AI 热潮真热。美国关税从20%降到15%，那这个对传统的那个关税调降幅度是非常大。所以这个对传统来讲是一个力度。在硬件方面，最近因为废土管制措施，下发的掩埋场加上 GPS 刷石车数量有限，因建业普遍拢真烦恼，拖着工程的进度。台经院对因建业未来景气看法，因为安尼嘛专做保守，认为会连带影响到房市。过去其实，在2025年，在处理像是台北，它每立方公尺大概处理的费用是在1000到1500元左右。但是呢，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跳高到3000到5000元左右，甚至呢，在南部的地区也会快速的攀升到甚至1万元以上。虽然整体来看，台湾未来经济是呈现提升的趋势，不过台经院嘛是要提醒，未来也是有真侪无确定性，亲像国际战争、中国生产过剩者的问题，拢有可能会影响台湾经济变动的因素。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宜兰东山乡有一搭汽车的维修厂呢，今仔日早起熊爆炸导火，拖去边仔的做衫的工厂。加在目前已经把这火拍火去啊，也无人员的伤亡，也毋过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乌烟一直冲出来，火势愈烧愈旺。警消透早接到通报，马上到场救援。消防队员到位，马上报警线拍火，暗过进前火势愈烧愈旺，一直向外拓开。为导火汽车维修厂一路烧向附近的工厂，包含加石管架、3工厂拢受灾殃。6点外就来啊，隔壁就开始有滴烟啊啦，警报器7点就断啦。火警就伫宜兰东山乡的东山路顶馆2日透早，这汽车维修厂熊爆炸导火，受影响的3工厂业者讲，早伫透早6点外就发现汽车的维修厂呛烟，过1点钟火焰更较厉害，也互厂房经理一直响，马上报案。这个烧光了，目前还在降温啊，因为第三面的有开口是会把所有的烟高温把它全部往第三面，目前没有受困。有关这个火势发生原因有待我们火灾调查队调查中。经过差不多2点钟，总算将火拍花，现场继续的排烟。详细导火原因，有关爱等火调人员后续调查清楚。虽然这摆火警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这场大火了后，已经让附近的店头生意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照这农业发展条例来看呢，其实用建的废弃物等等是禁止倒入去农地内底。不过，即马所传出这内政部呢是宣布要以农地改良的方式来囤土，这是引起环保团体不安，呼吁各土司都要赶紧来立法，避免农地甲食安受到危害。去年高雄被农有业者偷挖农地，然后违法倒用建废弃物来投转去，违法所得是超过3亿。这款情形其他县市嘛不止啊多。元旦开始实行废弃土头新制，业者载土的车要装 GPS 嘛，就有电子连单，希望管制用建土头。内政部说第14讲，要处理土头，通以农地改良的名义来填土。环保团体认为，若准内底藏有害的物质，恐惊造成食安问题，也叫政府设土头银行，这款嘛要加严。违反了农发条例2之1条，怎样？罚6万而已啊，罚6万而已啊！如果没有强力监督，不会连续开罚。再来，他更不用讲说你要恢复原状，吼，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就是好像就是鼓励你去犯罪一样。农业部应该成立，就是农用的，就是土方银行。有一些绿地或者农地，它正在被开发的时候，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土，或者是那个河川的疏浚，你都可以去找，就是说适合干净的土。针对用建土头甘通填做农地土办的争议，农业部和各土司是解说讲，因未去修改农业发展条例，根据农地改良的要点，若是农民申请囤土，落尾拢要经过检验，土办按适合建造才会使。就是在于澄清啊，我们是没有放宽，
可以直接回填营建剩余土地方直接回填农地，这完全没有放宽。我们也不会修农发条例施行细则2条之一，目前也没这个打算啊。共有7603台的车辆的话，已经加装 GPS， 现在还有600多辆在这申请中。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说后面这些完全都已经装的话，原则上的话，就是能够涵盖大部分我们要控管的这些装土车辆。环保团体甲立委拢呼吁针对营建土头的处理法，各土司应当赶紧提出草案来立法，管理营建土头乱倒的乱象。各土司嘛拍算在1月27要招各县市营造业、不动产开发，也有土头等工会代表做进一步的沟通。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印度，即马是传出粒鼻病毒的病例。这款病毒呢，伊主要就是囝生伫个鼻部顶、身躯顶。这鼻部若准佮去沾着果子，人又佮甲食落，安尼就有可能会患着。致死率是有到58%遐尼悬。即马咱外交部已经针对印度的部分区域来发布第2级的旅游警戒。原来疾管署也要甲这粒鼻病毒列作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上紧3月17就会实施。印度特殊的宗教文化，当年拢吸引足侪游客去遐观光。不过最近却传出5个粒巴病毒的个案，因为粒巴病毒自1998年伫马来西亚头一摆互发现，会为人到担，全球到即马超过750例确诊病例，致死率大概58%。也那咱外交部已经针对印度南部克拉拉州等区域发布第2级旅游警戒，注意疾管署嘛预告会甲粒巴病毒列作是甲新型 A 型流感相像的第5类法定传染病。人吃了受污染的野藻汁或者其他的食品，目前的话就是野藻汁是最大的嫌疑的，那不是媒体讲的椰子汁。粒巴病毒的自然宿主是蜜蜂，即马有疫情的大部分是为蜜蜂，也是防感染的猪仔。因为接触也是呼吸道烂手为人的，也是人类食到有病毒的蜜蜂、污染的水果，也是椰子、树叶等等，侵头的镜头和流感相像。有一寡人无镜头，有的是小可，也是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病症，严重的可能会脑炎，甲一直抽痛，而且伫咧2天以内昏迷，就算讲会好起来，嘛可能有人格改变的后遗症。目前在医学上并没有针对立白病毒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所以目前大部分国家还是一样，都是采用支持性的疗法，最好是预防胜于治疗。疾管署强调，目前已经知影有5位印度粒巴病毒个案，无台湾民众。台湾过去嘛无出现过粒巴病毒感染个案，提醒民众若要出国去粒巴病毒流行的所在，像讲印度的克拉拉州等部分的区域，还有孟加拉，都唔通食，也是啉无煮过的椰子树叶，嘛避免伫遐食可能互鼻部污染的水果。公视新闻大说敏、周良雄台北报道。根据这卫福部的统计，医疗暴力的通报数呢已经愈来愈多。伫个2024年，拢总是有444件，这是5冬来新高的纪录。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是认为讲，这急诊骹手无够，病人等久会受气，真有可能就是冲突的原因。这个姓林的查甫出手拍护理师，致使护理师的面弄着伤，加脑震荡。这个查甫呾到院的时阵，阁想要拍医师。这是发生伫台中西屯区中港丁清病院的医疗暴力行为。警方以违反医疗法甲刑法伤害罪嫌进办。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分享国外经验，捌伫瑞士日内瓦病院看到政治隔离室，若是急性精神病人，也是酒醉、精神无清楚的病人送来时，也无法度确定病房会当先隔离观察。不同的文化脉络啦，所以还是细节上还是要思考。我只能说有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在台湾能做的事情，就是医疗人员在个案状况非常狂躁的时候，就不要靠近了。根据卫福部统计，这几档医疗暴力通报数，2020年每档有300件，到2024年提悬到444件，是这5冬来上悬数。发生的场所以急诊室上多。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认为，医疗法修法了后，通报数嘛也悬。不过，护理人员骹手无够，嘛是和冲突甲攻击事件变多的原因。更多的因为医病沟通，那或者是各种的医疗环境的这样子一个恶劣导致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个不和睦
造成的这样子一个言语或肢体的暴力，其实才是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人力不足以及沟通时间被压缩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冲突。所以，如果我不着重在前端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只强调零容忍以及事后补救，那只会让这些的医疗场域更加警戒以及对立。医改会指出，观察医疗暴力事件大部分集中在急诊甲高风险的科别。政府除了法律面的事后补救，应该爱强化事前的检压，加强演练，对源头来避免。公视新闻4家林志坚台北报道。即马线顶呢有真侪甲伪装相关的影片有通好看，嘛因为安尼，所以真侪青少年呢是提早来接触到这的化妆品。根据这边团的调查呢，发现这离校接触到化妆品的年岁已经愈来愈少岁啊，也毋过大部分拢无注意到成分就甲买来用，医师提示讲，安尼恐惊是会造成皮肤的伤害。市面上有真侪化妆品通好买，也致使儿童甲青少年接触保养品、化妆品的年岁下降。民间团体拜一公布一份调查，显示目前离校接触化妆品的情况非常普遍。调查结果显示，有68%的离校爸使用过化妆品，伫高中接触化妆的有8成，伫国小1年接触化妆的也有11.5%，但是超过一半以上的拢无咧注意成分。嘛唔知讲有适合家己。他们深切的担忧就是外貌是不是已经成为其他人判断自己有没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化妆不在校园出现，但是还是会有更多的学生用隐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容貌焦虑。与其用禁止来回应，不如让正确的化妆品安全清楚的规范。皮肤科医生表示，有真侪美容的产品成分是对离校的皮肤会造成伤害。也建议爱将正确使用的观念加入教育，让学生了解。卫福部是回应讲会加强宣导，也会参考别个国家的做法。特别是3到12岁这一段，因为他们的皮肤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皮脂腺还没有就是分泌这么多，皮肤没有这么成熟。这一段我们确实认为可能需要更多的就是给他们一些指引跟保护。透过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文字跟一些互动的电子书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孩子们追求美丽的同时，探索美丽的同时呢，也可以去理解到如何理性的消费跟自我保护，什么才是可以选得好、选得对。这部分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资源，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教育部专业的团体，我们来分享。立法委员韩民团希望社会会当听到离校因的需求和问题。立委林岳钦表示，化妆的年岁下降，除了受网络影响，也显示离校对面的水歹真要义，也应该协助因建立明容的自信，确保身心的健康。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2020年，这屏东水饺王的决赛呢，是有10个选手做伙来车拼，摕到冠军的师傅何贤勇，伊是笑讲，因为伊的细汉查某囝呢是喜欢食这盐水，所以才开发出这项盐水猪肉水饺。天啊！香菜拿下第1名！公布比赛结果，赶紧就台领奖，冠军是何贤勇的猪肉盐水水饺。2026年屏东水饺王冠军比赛日，10位对无同县市来的师傅发挥创意，包出好看搁好食的水饺。无料到的是，摕到冠军的水饺，竟然是有人闻到味，直闪甲足远的盐水。何贤勇讲会包猪肉盐水，是因为查某囝爱食。我女儿说她不吃辣椒，她喜欢吃香菜，所以我就选择了香菜。差不多一斤猪肉，差不多250克的香菜。这样比例算高吗？不高，但是不能太高。何贤勇讲，因为家己和查某囝拢足爱食盐水，猪肉和葱仔盐水佮掺姜落去包，好食的撇步就是盐水的比例袂当伤悬，才袂去抢味。不过其实有袂少民众拢唔敢食盐水。我个人是不敢吃香菜，如果是香菜类的商品，我都不太敢去尝试。那这个水饺要挑很久。对，所以我不会去吃。喜欢香菜？不喜欢香菜。你第一次听到有这种香菜的水饺吗？对，它的那个菜啊，香菜很满，包得很满。那皮呢？皮吃起来的感觉？皮就是薄薄的而已。何贤勇表示，因为老爸足够包水饺，老母较早嘛有咧卖蒸饺和葱仔饼，退休了后，常常受到爸母的手艺，就家己开始试包水饺，结果受到裁判介意，摕到冠军。这摆摕到屏东水饺王的前3名，嘛由馆长周春美颁奖，选手有6万、3万、甲1万块的奖金。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下晡晡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予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偏乌的天气，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金门、马祖会落南山的短暂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